如果你哋嘅翡翠手鐲好貴，證明遇見嘅係中間商，你哋買翡翠手鐲要認準源頭商家，咁價錢先平，售後有保障。你話係唔係啊？呢條係春彩圓條手鐲，種水味道還彩，但係顏色真係濃郁，紫色都快佔滿整個圈啊！仲有呢條係陽春白雪手鐲，到呢種水嘅白底青就係咁啦，綠夠陽底裝白，所以陽春白雪咯。呢條係冰飄花手鐲，乾淨嘅底裝，冇乜嘢瑕疵，中意飄花少嘅呢條啱晒。仲有呢條係春彩手鐲，到呢種水已經稱得上幻彩啦，紫同綠已經相融喺手鐲入邊啦。最後一條係滿果綠手鐲，滿圈都係甜果綠色，可以睇得出嚟，整體種露肉細。如果你哋對呢啲翡翠手鐲都感興趣嘅，可以留個圈口俾我啦。如果你哋嘅翡翠手鐲好貴，證明遇見嘅係中間商，你哋買翡翠手鐲要認準源頭商家，咁價錢先平，售後有保障。你話係唔係啊？呢條係春彩圓條手鐲，種水味道還彩，但係顏色真係濃郁，紫色都快佔滿整個圈啊！仲有呢條係陽春白雪手鐲，到呢種水嘅白底青就係咁啦，綠夠陽底裝白，所以陽春白雪咯。呢條係冰飄花手鐲，乾淨嘅底裝，冇乜嘢瑕疵，中意飄花少嘅呢條啱晒。仲有呢條係春彩手鐲，到呢種水已經稱得上幻彩啦，紫同綠已經相融喺手鐲入邊啦。最後一條係滿果綠手鐲，滿圈都係甜果綠色，可以睇得出嚟，整體種露肉細。如果你哋對呢啲翡翠手鐲都感興趣嘅，可以留個圈口俾我啦。